雲龍踏出信仰嘅第一步，仲參加教會喺內地嘅短宣活動。不過內向寡言嘅性格，令佢起初都好難投入。主動啦，我自己都唔會開聲祈禱啦，仲要當住啲人喺面前去祈禱祝福佢哋，咁好難。我喺頭3日咧，咁出隊嘅時候，我都係企埋側邊喺度翹埋手觀望下，都冇辦法投入得到。第3晚我就自己喺度諗，咁樣落去唔得喎，仲有5日噶嘛。我話神啊，咁樣落去，咁我冇用噶喎，我上嚟，你教我點樣做？神真係回應，佢話你用個心去聽我哋點樣講啦，咁你就識噶啦。咁我就記住呢句説話。咁第二日去探訪嘅時候，又係成班人圍住阿婆。佢話啲農作物好艱難啊，種得咁樣。其實呢啲咁嘅嘢，平時我就入唔到心。但係嗰次好用心聽嘅時候，我覺得好似係真係喺我自己身上面發生嘅事一樣，唔再麻木啊！我喺以前一路做嘢嘅期間咧，我個心其實麻木晒，我對身邊所有嘢都冇感覺。就由嗰一句阿婆嘅説話開始，我個心開始軟化，我開始個心感受到人哋嘅感覺。雲龍同 Cyprus 拍拖2年之後，喺2000年拉埋天窗。對 Cyprus 嚟講，最好嘅結婚禮物，莫過於見到丈夫由冷到熱嘅改變。屋企有事或者朋友有事嘅時候，佢都會諗到對方嘅感覺啊，會明白到人好擔憂啊，或者點樣嘅時候，都可以同我分享到，即係變咗我覺得好似一個真正即係好似有血有肉嘅人。我一路喺教會度做見證啦，喺朋友啊、同事身邊成日講我嘅信仰啦，咁講得多咧又幾好喎，咁令到我咧成日好易同人傾到偈。以前我其實唔識得表達嘅喎，唔識得同人溝通，唔識得傾偈嘅喎，講嘢一句起2句止嘅喎。神咧就將我個心開始由麻木變成咧可以融化咗，可以火熱，可以好關心其他嘅人。就好似聖經裏邊咁講啦，原來我冇去尋找啦，我冇去敲耶穌對門，我問佢嘅時候，佢就俾我咯。昔日雲龍透過喺街頭玩非洲鼓而打開心窗，10年後嘅今日，佢以導師嘅身份，透過敲擊樂向社會散播歡樂。03年 SARS 嗰陣時咧，咁大家都好唔開心啦。喺街個人戴晒口罩咁樣愁眉苦面。咁我哋就喺個空地嗰度做 drum circle，咁啲人埋嚟玩，好多唔同嘅國籍嘅人種啦，唔同嘅階層嘅人啦，或者冇分你我咧，我哋喺裏邊一齊玩得好開心。有個衣衫襤褸嘅阿伯就走出嚟，咁佢話我可唔可以帶啊？雲龍冇拒絕佢，反而仲用隻手攬住佢膊頭，咁可以一齊玩。即係呢個係俾我睇到一個即係嗰個耶穌嘅影像，佢冇去拒絕任何人。有一啲嚟玩嘅人咧，佢直情打到喊，佢喊係因為佢覺得哎呀，我好耐冇試過咁開心。除咗非洲鼓，雲龍亦涉獵繪畫、陶瓷、室內設計多個範疇，希望感染更多人好似自己一樣，喺信仰上建立自信，從藝術中揾到真我。我試過有啲學生，佢好冇乜信心，或者佢好遲先至開始佢嘅音樂㗎。咁但係佢透過接觸咗呢個非洲鼓之後咧，咁佢建立到自己嘅信心啦。而家一齊去表演，透過呢個藝術嘅時候，佢可以揾得返自己，佢可以知自己個生命特質係點嘅樣，佢可以知道我喺呢個社會或者我嘅生命上面有咩嘅意義，即係我覺得呢樣好重要。敬畏耶和華咧係智慧嘅開端，咁呢句説話真係好真實。咁我以前就唔係冇乜智慧嘅，不過係真係諗嘢咧，好似好簡單啊，或者唔識得同人溝通，或者唔明白人哋個心。咁但係信仰令我慢慢咧
真係有智慧。我唔單止可以同人哋表達到我裏邊內心嘅嘢，或者分享我嘅信仰，我亦都可以透過神嘅説話或者神喺我生命嘅作為，我可以去祝福其他嘅人。我自己係曾經咩都唔識、咩都唔得嘅時候，神都可以咁樣加俾我，令我得嘅時候，所以我覺得其他人都可以嘅。雲龍可以話係從內到外都係一位藝術家，自細就發現自己嘅設計天分，鎖定目標向理想拼搏。咁可能對一啲揾緊人生方向嘅人嚟講咧，上天似乎特別優待佢。咁不過佢冇諗到自己辛苦建立嘅事業王國，竟然會被一場金融風暴所摧毀。事業挫折、婚姻失敗，令雲龍越嚟越收埋自己。直到佢喺玩非洲鼓嘅時候，發現到原來人內心有好多感受，未必可以用口去講，但藉住音樂，甚至只係用好簡單嘅節奏，原來都可以幫自己去抒發。當雲龍慢慢打開心窗，耶穌就喺佢生命出現，帶佢接觸到藝術以外嘅世界，以至一啲佢以前覺得溝通唔到嘅陌生人，咁最後都成為自己嘅朋友。雲龍最慶幸嘅就係耶穌將有血有肉嘅生命俾翻佢，讓佢無論喺同人相處，抑或喺藝術創作之中，都成為一個更有生命力嘅人。耶穌講過：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如果你都好想好似雲龍咁樣打破自己以往嘅框框，擁有與別不同嘅生命，不如你而家試下安靜落嚟，跟我咁樣同耶穌講幾句。親愛嘅耶穌，我相信你係嗰位創造宇宙穹蒼嘅神。我而家將我嘅心門打開，我邀請你進入我內心裏面，求你為我嘅人生打開一條又新又活又有意思嘅新嘅路。多謝你愛我，主耶穌。如果你喺生活上、信仰上有任何疑難，想揾人傾訴同解答，我哋好歡迎